敌万军。金强的杀伐眼一点，万箭不侵。火山龙鸟人看比非常的着急，红衣关的守将新门内出阵咯。金强的双眼对准在新门内，呀！新门内虎口李三分再使出杀手锏。他将要害新门内当场毙命咯。鸟林骑马喷敌，金强在叫马逼退，好马来去！进攻啊！烈火进攻啊！10个好汉时的上水路骑着怪马火雷吧，20万大军烈火阵要攻破花岗铁路。这边面10个好汉时的陪元庆领先锋出击。万不懂使用，何必天心下降？杀人如三杯七彩。但是裴元庆以齐无功的计划，破勇参战咯。不幸的裴元庆中到烈火阵。受伤这边当这边冲出阵外，哎呀！别杀！好，回来啊！小子走哪里去？上师都骑着怪马，怪马火雷把吐出毒气。元庆一命好好哀在关苦沙场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呀！再冲入花岗街！边元帅已经挂免战败了，挂免战，大势转胜。来呀！将这个花岗街四面八达团团困住！兵主公啊！先锋大将军裴元庆战死在火阵了，什么？小将军，裴贤弟入关区沙场，贤弟。主公，元庆参战，为令才会遭受这种的下场。兵都已经挂起免战牌，载着粮道了。军师。我领兵出阵为元庆报仇，不行，报仇不是这个时阵啦。派人探出烈火阵的秘密，以及上师道的军机。主公，你不忧了。第2阵，咱就可以取胜，为元庆报仇咯。安排兄啊，叫元庆以及众英魂归宿吧。遵命。小将军。赶上武文化节，又派出武文成都领30万大军，要做上水道大破花岗街路。另外这边面，自请汉王的老黑达也率领大军要夺占花岗街路。杨千岁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啦。本王败到这样凄惨，
多望诸葛兄想办法给我收治这金强搞得些。是啦，请千岁入来休息吧。哦，凄惨！来人啊！四城门高大点红，欢迎金属宝光临本城。遵命。成千上万的民众在城门外伫咧候等，伫咧观看金属宝的庐山真面目。等到天昏的时阵，仍然看袂到真强了。时至二更，精灵王独坐大厅，伫咧等候金属宝。精灵王啊，哦，真强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原来是蔡英，你深夜带刀入王府，挥剑折刀。哎呀，王家免传令，我唔是要甲你行刺。如果我这要行刺你性命，你可能死了。我的目的是要看真强的真面目啦。啊，蔡总司，你甲真强有瓜葛吗？是问题，伊怀有无敌的手段，想着要甲高粱。蔡总司，高粱。当来啦，我暂撇边后。真强叩见精灵王千岁千岁。精灵王，你到了，请坐，多谢。请问千岁邀我来此有何指教？不敢。其实呢，是为着靠山王连喷400里来到我处，听他言语优先，望真强你能化事为友。伊也想着要弃官稳退了，家父只求灵化，天下之怨难消。这未知千岁你觉得如何呢？如你用下他，天下人该知也会尊敬你是一个大善人啊。为了受天下人尊敬，而不敌天下之大患，那真强太自私了。过去。这真强小子，我不能善罢甘休。我比他逼对400外里，伊也阁要甲我杀，实在太可。诸葛兄，你以为如何呢？真强不为天下之害，千岁你悔不当初咯。我当初是尊重陛下意志，所以才南海无辜，真是悔不当初啊！精灵王，你不做我必须离开了。杨千岁，你都要留心啊！我赶我时间了。苗林骑马往南急路，不幸却被蔡英打落马下，慢走！你也是水调好汉子，怎样的多传，满面无光啊！你别再，你别对我这样。你也是面对现实，接受真强的挑战吧。好，我一定该胆大作战啊！真强偷查3记清乡，好汉着机会英灵，今时就在青龙坡好杀收人咯。真强嘛！你逼我400里，岂不是逼狗跳墙呢？你狗不如，我家之仇，天下之怨不能不敌。你死者天下兴心吗？真强，你作为我的昆仑帮啊！有心真敢18条的老好汉当着青年好汉生死之决，因两人到底出拳一判。这个时阵的蔡英把手感服了。
杨林要使出一招旋风一棒，解决真强的性命。真强飞刀闪电，真强杀手锏，交假连击，杨林福心镜。杨林福手脚已经破沙地路，再使出雪花弹。击破杨林的头部，害人害己的奸王当场命丧黄泉路。好眼法，好眼法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三支清香微笑，已经除了天下之大患，不愧为真强呀！这位兄弟是，哼。是无求报、既无求安的流浪者蔡英了。明天同一时间、同一地点，能够你天下无敌的真家眼，暂别。什么？蔡英？哎呀，冤冤仇仇，风波几时休呢？下明王，告诉阮千岁，千岁啊，千岁，千岁，千岁。恁三位来到此地有何事情呢？听讲你这个下明王千岁，伫咧招贤纳士，阮三人想得要来这将军啊。恁三人会演18般的兵器无？哎呀！迄千军鬼路啊！要这个武功是转为贵了，对唔？哦，练到尾啊嘛是剩几步啊尔啦。要你若讲36般的兵器，那练无精哦，根本都是零啊。言者有理。好，恁三人表演，互本王观看吧。我听讲今仔日要表演3步。尤俊达特别表演碰车轮，魏志强啊！你表演高鞭，真会。唔是啦，高十更鞭啦。安尼好，准你。3步定我讲啊！这步啊！搁一步嚟啦！好功夫，换你。我旁车轮那是八脚，杨过强二高脚，咱跟那卡输的这桥啦！是啥物棍？旁车轮啊！呵呵，稀罕，妙哉！我这个乌面的，莫叫乌面的啦，不知大爷。你表演吧，高十更鞭。哎呀，你哪通将本王这个暗道将来甲拍碎？你唔知影讲我历代无强？精妙的武术。头拄啊，你咧报名，我听无啥清楚，来报名来。听风啊！游水的。这叫做地公。地公。恁三人的名拢总真好听。来，地公，你的武术上悬，力大无强，我封你为保驾大将军。听风。游水，恁两人为左右先锋，预定半个月后特别攻破我江街啊！哇，有准达了！那，有水的你著讲我听。主公啊，为什么要攻我江街啊？安尼你就多费力气咧，对？咱直接来进攻太原晋阳宫，来收拾步军杨公，安尼唔得对？有所不知。
瓦岗兵多鸟族上夺占瓦岗作战的基地，然后攻破太原晋阳宫，然后拍入长安，易如反掌啊！我咧唔就了了的啦。怎样讲啊？咱就先破晋阳宫，小是要咧武道阳光，然后你就做皇帝，天下群杰都来归顺你，安尼唔得了。最后，主公所定之策，恁三人不得乱说。恁三人若有不忠的行为者，我这个聂分子会收恁的性命。要打一粒猪仔囝，嘛袂惊死人。好，我你试看卖。山啊，几多山啊，几多山啊！魂气归来呀，魂气归来呀！啊，我袂说念这文，你魂气归来。魂气归来啊！哎喂啦，卖念啊啦，卖念啊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阮军师沙道妙宝，这个聂分子会使恁将人丧命啊！所以呢，你无论怎样，袂使反背我，反背我一定甲你收拾起来，知无？好啦，我知啦。对公效忠，15日后出兵就是好。准我命令。卖远啦，卖远啦！我骂你这个以我准达，想出这个自投罗网之计，什么要来杀戮这个夏明王归顺咱瓦岗咯？来到地，封做卡令啦，杀落去啦！你若反背啊，迄个聂民主来到地吼，拢死严严啦！那边呢？以我准达就好干口。好啊，来做哪步啊？我算拢未好。好啦，莫大细声啦，阴暗吼。我去甲这个军师聊天啊，也有志强，你安尼对这个军师的嘴唇来甲伊按起来，可以袂念咒语，按过来甲缩咧，可以袂叮当。也听到今你将迄粒叶分子船来甲伊抢起来。安尼足好势。对对？进行康会。好像雷般呢，来人啊！严守王府。军师啊，你是我的上司，你嘛报一个大名呢，互我听看咧，我唔知你的大名。本军师叫做水明真，你水明真，迄大将军做铁蛋。迄铁蛋，对啦，你那这警觉是安怎？强叫雷般啦，所以都要小心提防。安尼吼，军师啊。嘿，这4字你唔知捌无？这4字啊4字，系啊，这4字你看卖哩啦。好，卒，喙卒。大个卒，迄唔对啊啦，迄唔是卒啦。迄唔是卒啊？唔是啦，嘴啦，嘴啦，嘴。哇，这4字要共款。是啦。一位出类拔萃的大将，南征北讨，为国家勤劳，最近显得非常的憔悴。别人劝伊休息，伊讲，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，实在是值得钦佩啊！笑了，能了得了。呀！有准甲计划失败，现在发生双方大战咯。这个地强有准甲听到今因3人危急内乱咯。
哦，因为我这是，对啊，啊，等下我牵落，对，我找你真久啊了哦。大阴叔，请你指示，有准头啦。迄个镜头啊，讲跪咧夸夸拜，讲叫咱大是大阴叔了，实在较古怪呢。青龙波，金强甲蔡英约战在青龙波，因两人特别使出绝招，决胜负咯。下周城王府内面，金强对水明真，到底什么人是正的金强呢？三路的大军在攻破瓦岗街，徐无公计不随心大败战，请看续集的好戏，无成顺中救主人，水动演义。